艺人吴奇隆老婆刘诗诗现在怀有6个月身孕，近来夫妻俩被发现现身大稻埕慈圣宫，可能是替家人和肚中宝宝祈福。记者：艺人吴奇隆和老婆刘诗诗日前来到大稻埕的慈圣宫，这里又称妈祖庙，来这边一起拜拜。吴奇隆和刘诗诗结婚3年，日前开心公布做人成功，5月即将要迎来小宝贝。近来夫妻俩也被发现现身大稻埕慈圣宫，戴着帽子和口罩，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庙宇，相当低调。庙方人员：吴奇隆跟他老婆跟他妈妈，他们都有来啊，算是这边蛮虔诚的信徒。他们常来这边拜拜啊，所以看过很多次了。他有在那个美食巷子里面啊，再逛逛。对呀。根据庙方人员透露，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来到慈圣宫参拜，以前只要吴奇隆有回来台湾，相隔半年到1年就会陪着吴妈妈一起来进香。这次连媳妇刘诗诗也跟着，虽然大陆地区习俗是无神论，但刘诗诗嫁到台湾，也入境随俗跟着拜拜，看来应该是为了祈求母子生产平安。先前就被民众目击，两人现身台北美丽华百货附近的美食广场，这次又被目击到过年前来庙里拜拜，看来已很融入台湾。而刘诗诗目前和吴奇隆定居在新庄豪宅，专心养胎。据了解，也将和公婆、夫家亲友们一起留台湾过年。